动子来做事。爸爸，赶出来咧！我食茶嘛。唔會，你做咩呢？你看，早要開店未啊？爸爸是室內設計師，可是他後來開這個餐廳是我太後的時候，然後我覺得爸爸，我很想要介紹他是用一個，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奇葩的人類，他是一個很多興趣的人，然後他會一直找不斷有新的興趣，然後去挑戰這個興趣，然後把它做得很好。今天回來很重要的目的呢，我想要學客家菜。的客家小炒，就是我想要做給爸爸吃，可是我又怕我做的不夠道地，所以呢，因為爸爸現在也蠻會做菜，我想說，你都在搞俺一下，到底正統的客家小炒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比例？我想他應該可以教我蠻多的。啊，快點，我想要煮飯本身。還是店方只有師傅會煮？唔是啊，煮的較好食啦，我當叫我煮飯本身咧。係啊，當歸啊，我應該係當歸。反正唔怕人煮呀。喺做實派嘅店方，即師傅咱煮本身。牙真唔會實派好冇？來，賣出來。有樣冇？有賣，可以賣出來。賣出啊！依家賣出，一冰下落。超久沒有給你用摩托車載哎。是啊。因為小時候好像都是開車，我都是坐汽車，對不對？騎摩托車沒多少機會啊，因為有出去上課啊或什麼都比較遠的距離。那還要帶樂器什麼的，對啊，開車比較。還是開車安全。對，好像很公主哦，好像公主命。但是因為我大2的時候就要開始搞學生，要穿錢，有嗎？哎，我不是還是希望有交通工具，然後我那時候就跟哥哥說，爸爸都不讓我買摩托車，爸爸說只給我1萬塊。你本來1萬塊，已經完全沒有車子1萬塊可以買得到。然後我就去那個機車店，我跟老闆說我只有1萬塊，老闆指着門口有一台超破爛的車，前面菜籃還歪掉，然後就跟我說這台啦8500。我想說我不要騎這個，教練。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就跟哥哥講，哥哥說好啦，不然摩托車很崎嶇。當然啦，細人嘅細家人就是希望佢活將來，都太誒來活啊，或者我來唔殘。到高中啊，就慢慢的開始變鬆啊，因為佢細人嘅一太嘅，到大學行下嘅啊，大學就等於係大人嘅啊，就行下變鬆佢。但是唯一咧，就講有擺佢想愛買好多擺嘅，啊，但風氣唔惡嘅人就傾講輸爽啊，輸係又差唔多啦，佢好多擺一樣啊，就當少啦，因為佢要到比較嚴師上大學嘛，就冇錢恨啦。啊！但是下後技術團結報告加給我都擺啊！我第一個向還能拿錢本嘅報告啦，還能買幣啦。即係當久冇來公館咧，當久咧。係啊，電腦一下較接來嘅。你買菜嘛？快是學煮菜啊！你以前根本不會煮菜啊？以前冇啊，以前要快是有興趣煮嘅嚇，不過煮嚟一禮拜都會來幾日啦，來一市場攞飯。唔會煮菜嘛？不過我一到當數啦，我帶你去買。買乜嘅？看到馬就買啊！買了有錢啊！好久沒有看到那個蜜奇夢，一件吹動詞。哦，蜜奇夢很好吃嗎？
蜜奇莫几多钱？哎呦，好便宜咯！按太薄啊，按太薄50啦，收对啦，要50、60、怎么呢？350，3价成功！我真的是客家人呢，50买，昨天买嘛，买，我有钱买，来，买，安子姐，银行可以買哦，銀行可以買哦。这条。你要幾多錢？來，我見跟懂有錢。有冇本搶啊？啊，不愛搶，有錢，我睇咧，伊係有錢咧。係啊。買到個重嘅好嘅啦。重嘅有嘛？係啊。啊，你幾位講法？用稱的啊，用稱的。爸爸，你來估價，等下你那麼會買菜，你來估價。你咪講，唔咪講哦。台風過後啊，而家差31元。咩啊？係啊。按獎哦。醫生啊，係啊。啊，醫生唔做對啦，我有錢啊。按多錢？你講按多錢？安之星。紅葱頭啦。一齊。誒，按太薄哦。就要按太薄。太太薄嘛。但客家人吃紅葱頭沒有在客氣的哎。買嘅。有咩買啦？鬼太薄咧。係啊。他有錢嚟係嘛？來。要個卡棒。來。幾多錢？卡棒按多少錢？跟我一起。幾多？按子誰？謝謝。按子誰？你有需要辣椒嗎？你有中辣。要中辣椒嘅。哇，我很喜歡吃這個豆子。甜條啊。甜條，甜條要咩甜條？要甜條。有。幾多錢？會貴嗎？唔會貴。50吧。哦，台風過後還算便宜。做啲拿太條誒。按子誰？還會做哦，還會做生理哦，還會哦。按子誰哦？好了。我們買好多菜哦，是不是要買點肉？買牛，用愛多那一片買呢？行下過去人先買也好咧。幹嘛嘅？會鹹，是這樣講嗎？會散。哦。下工。我吃到懂好食也嘅係冇？你懂好食冇？也懂好食。係。你清好食也咋？葱也種啊。用誒。唔可以講水班較假。好誒，凍燒也凍食菜。按你係冇？哦。飽和要怎麼講客家話？凍爆肉。凍爆肉。那我們要買這個。買呀。這個啊。哎呀，做得冇？好。做得來。買太啲咩？哦，太啲哦，有錢的顏色太啲係冇？哦，來你這麼會買100多少？100大概多少？你知冇？100磅幾多粒哦？真是，按你東西按貴啊？知道你200我排泄哦。好，同樣呀，100蚊元。你是要了，會稱寬的吧？差不多100嗎？唔會稱啊，哎呦，差唔多。幾多？63。哇，你很厲害，我先跟爸爸很強哎。安子姐，謝謝。你好強，你真的有在買菜。你已經脫胎換骨，你已經不是以前的爸爸，你現在真是煮菜達人哎。下講起鴉片，嘅買。要買嘅，唔清底，要買嘅唔係。滷味啊？滷味要買嘅。有福酥啊？要買嘅。虱目魚。我爸爸超強，我爸爸超知道魚。要買嘅。生滷味。生滷味要買嘅。拍台。他是魚的專家。200嘅下講。加250的加一盒。直接講就好了哎。所以說，如果要煎魚，這裡面最適合的是哪一個？錦鮮呢？錦鮮哎。煎又香。好，哇，是這樣子，好棒哦。安姐姐，你說在哪的嗎？冇辦法咯。愛點按會買東西。愛寬好人啊，也輸按飛機嘅。係咩寬好人啊？我哪有咋？也沒想象，啦。行唔可以買哦，裝唔落嘅。一攞嘅真係真嘅。一片。哦，仲有。
你點解上到馬雞毛？嘛個衝用了，衝用頭，愛神就神。唔會啦，又唔會衝羊頭。喂，做乜嘅衝用頭？羊頭係一點點當細啲。哦，從就係料唔講嘅意思。咩？當鴨當細料，一絲的啲呢？哦，根本嘢做唔得衝用頭。買太料啊！太料嘅清醬冇嘢嘅轉來，醬豬肉，醬豬肉，清醬嘅拿來，太地嘅，按太按太料來嘛。按太料。但是老板在哪？我们一直在那边按太料。我们要一个按太料。我们要挑一个漂亮的，是五花吗？夾線，夾線，夾線肉，根本就用夾線。醒衝，蹦蹦跳。感覺是台語，我剛講，一人都夾線。因為配料咧算夾線嘅部位，也係梅飯肉，係夾線當花來。係。但係梅飯肉啊，一件我200。哦。咁賣夾線按配料嘅一件100。炒嗰皮嘅。要不要剔皮嗎？唔會。係你要做嘅炒肉啊，我帶一些的皮嘅，當肚嗬。好，按你後身。用夾線當。老闆，我要買鴨雜，講下發哦。我還規定人家按字寫，唔會講下發嘛？唔會做唔得啦，因為他這樣做唔得啦，哈！你點解買鹽毛？你點解買鹽毛？我係買豬肉嘅鹽毛絲。搞一種。我在公館市場還可以再打開一下我的訂閱數，對不對？做得啦。感覺沒有人訂閱我。也拍很脆。你做的要找安尼放起來嗎？是做的啊。哎呦，你要按台铃哦。有啲忙。冇電過嚟嘅菜會凍到奶。中間才有凍醬呀，按 sell。我再做再。喂，你熊貓嘅你撩錢。哎，排水，排水。動之來做事。等下一件，夾菜包，千好食。料嘅當食材，我特別看幾對要賣順勢還是切個料啊，哦，是當上顏色。我愛食菜包，冇咧。純一兩隻啊？一蚊幾呢？一蚊幾？這個愛炒那個豆湯。哦。椰板啊？椰板。裡邊包紅太味啦。哦，是甜的。甜咩？我吹飽咧。整理太好咧，一蚊幾呢？爆肉嘢。而家當天咧，裡邊有包竹筍。啊，竹筍。死要脆脆當我食。哦，昨天講有兩隻，然後兩隻。我這。呀。哦。一聽，哎，我跟你講，客家人就是會調這種韭菜醬油。會睇到嗎？唔會。呀。阿剛也是睇烏瓜。拍嘅。我跟你講。有給你看，爆爆啊！那個紅豆超好吃，它裡面還有顆粒。看到是當醬食，懂食。但是我也味啊，唔好，懂甜咩唔得。買了就做這樣。我可能食好啦。你不愛食？好料好料。好料。我要食爆料。我夾夾哦。我走。我終於煮出嚟了。還沒。安子生。等好吃，懂好吃。这是我们两个的回忆店家，可是我根本没有来过这间店我吃过吗？因為我講以前咗讀書啊，上課要考學琴嘅啊，對，都較無閒啊，全部俾我帶咗一本書啊。哦，所以我是吃外帶的，我是公主命哎，天哪！買專業啊，你是等身啊？哎呀，等身，不是我就猛空過，就
是锅吗？所以这会是回忆中的味道啦，只是我没有那个现场来过。冇来一点方式啦，但是我带转一份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种是只有客家人才会用的酱油，就是用韭菜加上酱油的，快菜加调油。因為新麵店啊、小食店啊，全部都用啊。百搭。它肉圆的皮超薄的哎。係啊，有貴錢，以前的皮較薄咯。可能一下較符合一下嘢。哇，super！这个跟一般肉圆的料真的很不一样哎，因为不是每一个都会包这种竹笋豆干的感觉啊。以前人鋪嘅時代做人都化學嘅啦，也一下人都講科學嘅啦。口紅哎，科學的食物。哦，爸爸，我可以吃了吗？做的。真的好累哦，跟父亲吃饭好累。那你去台中都吃唔到啊？对，这个太好吃了，这才是肉圆啊。係啊，人講文化食的東西啊，細細食到馬口味，嘅肯定1-3年。1-3年，你就會吃到幾檔米口好。這個真的太好吃了。啊，你知道我鄉鎮就食唔出嘅米湯，就一定要轉。應該是說我也吃了很多年台中那種用鹽某香用，給醬料就某香用，但是一生感覺哦，這是公館的味道，完全就是小時候的肉圓。客家人啊，嗬，較冇食甜。係嗎？客家人。仲好食啊，啱咩仲好食啊？但是醬料啊，也就煮嘅菜也就幾乎較唔會變糖，較少啦。豬血湯。來食湯。哎，我也想要喝你的湯哎。我是點豬血，然後爸爸是粉腸。你要丟2個粉腸到我這邊。粉腸啊。粉腸。也好食粉腸。仲好食粉腸，這遺傳呢。有假的嗰個。係明，唔知點用啊，就愛用啊，一直做隻飯飯食飯麵食乜嘅都飯，那個就飯一早就做的。呀，煮旺湯。以前就食呀，以前是食煮旺湯，一下啊就較少的食呀，要粉腸也較貴啊。比較高級。也較高。以前做高級的粉腸。人多嘛？對啊，對。我粉腸吃那種好吃，那吃那種好吃粉腸，這種辣醬是不是還好？很火，懂啦。見死不救。爸爸做的嗎？你這樣吃這個呢，還是耐磨，不然面入蜂蛹。哦，完蛋了，我整個跳下去。辣咯。老板，这合理吗？这个不能加太多，这没有在开玩笑，真的好辣。我觉得小孩跟父母啊，就是从小时候跟长大了之后相处其实不太一样。像以前你不会跟我去菜市场。家下我就主要做事業吧，做事啊，買菜就人家媽媽的事情啊。不過買菜家下常會講問題啊。那爸，你為什麼最近又開始種菜？因為你以前從來不會那個種菜啊，你以前就喜歡釣魚哎。年紀大也較冇按時忙出門咧，我較照顧嗰條菜啊。我這個是想主動健康啊，這個種這個喜歡食的菜，緩型哎，安心食冇問題。那我們回家就去看你的開心農場，看你種的怎樣。你就摘來先煮，先煮先生。你就喺地屯菜市場買有那個差別，差幾多誒？懂你壞。
开心农场真的很强哎，超係啊大的。我今年開始種菜，你種乜嘅學識呢？種我嘅葉頭啊，雕瓜，雕瓜係乜嘅意思呢？雕絲瓜瓜、大黃瓜、啊，拍鹹菜、嘅矮啲嘅地瓜葉係嘛？番薯葉。番薯葉，番薯葉按太片係踢路嘅係嘛？也唔會哦，也凍卵哦，也凍卵因為用嘅有機肥啊，生喺凍同食。太片按，我要食嘅你照顧我，呀，我要食我帶好啊，帶轉移台中帶轉移台中啊，哦，來，見到。哦，我用剪嘅，很 sell。再摘啊！挑一種東西同挑哦，唔是買咧。而家台灣哥啊吹哦，係啊，懂鬼呀！係啊，你這真是懂講。要甲唔講啊，趁這吹就全部賣出來。係啊，唔係，從嘅食過啱咪，按仔細。呀，我紅個呀，佢太皮嘅，哦，這有機耶，爸爸這有蟲呢。有蟲啊！你說拿轉移水晶蛋，佢會走出來。我根本不要帶回家，等一下在我家裡有蟲。係哦，到底了。好，我要乜嘅呢？要乜嘅？要拍鹹菜啊，用嚟莧菜。用嘅做布拉魚係嘛？嗯，喂，矮啲，我一隻，我未愛。我冇看過一種顏色嘅呢，要拍鹹菜，一般菜市場賣嘅細即係細條。你希望我咩來？我吃款啊，一隻做地嘛，我吃隻安尼拍起來啲。市場賣嘅細細條，安尼長長啊，全部光啊，冇乜葉嘅咩？哦，難怪你看唔出來。我做的一隻安尼拍起來嘛。做得啊，有，你用按台鏈哦。你冇。啊對，冇頂過來嘅，嘅菜會凍到奶。做得，還有乜嘅呢？呀，鹹葉嘅鹹菜，也是莧菜，因為上按用，我就吃到唔係按用嘅啊。也有較老嘅啦，係啊做嘅颱風雨掃啊，老嘅我真唔會食，唔會食老嘅東西。睇頭啊，人個日嘅。香哦，按睇咋？睇嘛？人看佢按太皮啊，這一皮就爆咧，嫩，真是嫩，有樣嘛？係哦，有樣嘛？用傳統嘅廚餘啊，去做皮料，種出來嘅，有嗰啲啲菜，空心菜，紅菜，崩吹，空心菜唔愛食咧，炸啊，空心菜炒牛肉，係牛肉，炒牛前輩肉，沙茶牛肉。沙茶牛肉。哦，中間菜懂講呢，懂槍懂講。呀，上面有寫日期，4月25種啊，一下3月，已經炸係400，真是係啊，算划算嗎？炸係2個餐，炸係2個餐，按你算 CP 值懂高嗎？這個種嘅食較安全啦，係啦，冇你論錢當然就，這個種就較花唔來啊，按 sell，哦，再，你熊貓嘅料錢，嘿，排誰？你就按懂你就升唔落，我係仲幫忙唔點啊？聽數聲，走嚟。誒，我煮東西要用切鹽菜，有冇？有啊，都這邊，切按高里，對前面，切鹽菜，切鹽菜。係啊，今年嘅菜啊，有的種唔會講啊，哦，細槍，來，氣候變遷啊，按乜變遷係冇？有的冇空種嘅呀，係冇？咁啊長錯，你睇吃皮嘅看佢有空樣冇？冇可能嘅事情，空樣。做冇空樣嘅菜，我用冇空樣嘅，要檸檬，泡好，做乜檸檬嘅米湯呢？做泰式料理，香茅，對，打拋豬肉，又係切鹽菜，切鹽菜，可以有空樣，係咩？冇空樣，冇空樣，誒，米湯就冇空冇樣。空樣。有絲瓜嘛？我想去食絲瓜。吹瓜，有。沒會，還會，就貼一秒。咦，吹瓜都幾平？中菜貼一秒。一隻係你嘅絲瓜蓬係冇？係啊，唔看還有切架用一隻。哦。係唔看有吹瓜有醬嘛？耶！
唔係一般的嗰種係亞班噶喏。因為我都買蘋果絲瓜，蘋果絲瓜嘅做得摘入嘛？做得啦。存一張天天啊。實刻搭掉嘅。嚇！零個，用一隻天天哈，唔會種按手的。伊是槍啊？伊一병嘅啦，一병就米香存咗呀，再來就秋瓜我打當到。裝來。呀。哦，凍太條呢。講啊，哎呀，也鮮那樣講。嗰個哦，膚質暗好哦，有一樣。喂，摘好咧，做出去。好，喺冇一半摘槍嘅啦。咪摘槍啊，眼睛摘槍嘅，滿意咧，做得嚟做出來。啊，你做出來。日頭我較短，就溜斜斜嘅。我小時嘛。發挑啊！我挑哦。我吃到安尼種味樣。同我切好忙，我吃到你也切也太多。跟爸爸一起做菜太難了，感情會變很差。哦。佢太火地位啦。佢太火咬起來哦，咬落哦。好。氣，一下子從阿倒落去打跳倒啊！啊，沒變，這沒人比例。沒有加用嘅。我講啊，你做。加用嘅，有啲都冇落。懂吃，來做事。噔噔，今日要同爸爸討教一下客家小炒正統的做法運用嘅，唔知嘛？客家小炒就是一三樣清楚嘢會動料嘅，豬肉、用啊、葱啊，就按用，第步運用嘅。呀，豬肉先燙過，安尼做得冇？然後咧燙一下，豬肉俾血水衝出來，然後一嚟就講定型，天氣較好切，給我一些嘅時間，來爆用啊。哦，爆用嘅。用皮。啊，爆一皮係嘛？皮爆太較醬啦。牙尾啦，牙底啊，牙咩按醬嘅嘢，牙咩底，用嘅按醬，葱牙按醬。半爆，係爆一片。而家用嘅係用滾嘅嗰種係嘛？係啊，洗澡嘅。洗澡嘅。客家人啊，唔係喺海水啊，嗰種。哦。意思咧海產啊，較困難，嗰種能夠食到嘅海產全部。係澡嘅。以前沙飛來講，就係洗澡嘅，冇咗滷嘅鹹鹹嘅。哦，我第一次吃到客家小炒的時候，我發現為什麼其他外縣市的會加豆乾，我就這樣。客家小炒沒有豆乾，而且他們沒有加魷魚，沒有用，只有豆乾，然後炒肉跟蔥。呀，客家小炒嘅靈魂啊，就會壓在魷魚。用嘅，客家人冇失望嘅睇烏個。聽到嗎？從頭到尾啊，都講呀，睇烏個人，睇客家人食都拍死咧。我有日客家小炒，佢就冒牌。變黃色咧，睇烏個。一下牙就乾咧。一看就連冒牌。沒有啊，現在當然我們客家人什麼顏色豆乾都會吃，只是說如果爸爸說傳統嘅就會冇變嘅豆乾。係啦。爸爸你這樣在浮動態了哦。哎呦，做得了，講啊講啊，超過了。湯哥唔看也有泡啊哈，佢都係加血水啦。哦，懂冇限。做咩會有客家小炒一道菜誕生啊？也所以會安尼飲食文化哈，就同拜牙有關係啦。拜牙。係啊，而家就好似像公園嗰隻拜牙哈，就會用豬肉。會有嘅三牲啊、五牲啊，三牲就會用嘅啦，豬肉料啦，個雞啦。嗰隻嘅雞啊，剁雞排嚟嘅雞啊，就上盤法食甜咩？濕熟嘅，嗰個用嘅就同豬肉共下炒，啊出然後有葱嘅咩，都放到嚟炒共下。哦，就按用客家小炒誕生了。應該用刀嘅。你切到眼數，眼有硬我飛用啲嘛？係啊，你我都買都唔興趣，結果切個剁到眼數。佢真係會笑死我，種嘅我邊咩事？就切到眼妹。每本期我都買點都這個切到假數。
眼來，你走開。日頭我較短，就溜恰恰。我小時發挑啊！我挑哦。我吃到安尼種危險。同我切好忙，我吃到你也切也太累。跟爸爸一起做菜太難了，感情很會變很差。應該就旁邊蔥果本糖做得嘛。東山過台灣，冇半點錢，山盟大片江山港天，我用全自己生夜，唔想買煙，叫我用嘅。呢個嘛？是是對對。你係做些唔好食。是是對對做，哎用劍劍中嘅，68年冇改變。Together， 哈，強下。哈家見什麼無敵，永遠永遠。個電聲發咯，你本來切一些的吧？你本來切一咋？大也先煸，一切起來先煸。哦，你攞來煸。熱料豬肉一講，冇乜皮豬肉。紅醬吼，愛定係要寬咩？愛鮮的咩？要油鹽要太多冇，還是強用同豬肉強用1:1按樣。一般油唔係算較貴啦，做豬肉會不用較多。唔會不用按多啊？也用。唔過你懂油錢，你就不用按胎盤。沒油錢，摸一轉來，較貼得較實咧。你講啊？用了就不用改洗了，平常是磨。有一般的油咯。啊，你做得冇要剔油冇，太粗。按做的。好，先不要用了。哦，愛煸，愛來煸。爸爸叫嚟。有水啦。動手啊！唔會啦，來演戲聽聽。那氣感要不煮出來呢？我嚇到。爸爸。嗯。你以前又冇在做催你呢？你做乜一下會想要開餐廳呢？做乜呢？所以因為也沙期有成立一個沙期的發展協會啊，以前也係火山生態保育協會會館咧，就本人抽入去都行業的成員啦。當初政府有補出300萬。做得講冇按到錢的事情。分20家店家，去分，我算起來較太簡咧，我分較多，分到30萬，但是我要找地方對，我這個出來600萬，所以政府又會罰錢啊，當錢啊，哎呀，我就可以見店嘅啊，哎呀。當初迄咩政府啊呢，叫拋磚引玉，係嘛？係咪拋磚引玉？係，就想到嘅啱啱嘅，所以人家講。結果你就按啱。我也用啊碰起來，有。變較大條啊，但係豬肉。用下去。哎，拿。做得，你豬肉要按太條呢。冇嘢做啦。你媽嘅就冇嘢做啦，你切冇你就冇嘢做啦，那你們按用嘅喏。都是要為了搶時間，切較太過得。哦，也有拉糕誒，不用冰糖。冰糖來係嘛？來。冰糖。冰糖全拍。冇啦，按貴呢，冰糖意思咧。按樣。冇嘢做來呢。甜甜嘅冇食啦，主要也冰糖炒落去也好，如果金。爽色，較醬，嗰個因為大家不用太油，唔會按鹹，唔會死鹹，做得調和一下鹹度。應該做得切的嘛，要咋？做得啊。那切按用做得嘛？唔可以也用嘅吉太條啊，你切吉太條，吉炒嘅啦，香炒。好，做得按樣嘅，調油，
都要臭邊嘅咪啦，我到啊鑊頭順嚇。快咯，我來咯。啊，冇黐嘅聲音啊！我冇那慢，將超嘅啦。很甜哦。哦。較大貨地位啦。嗯。較大貨咬黐來哦，咬來咯。好。黐，而家都仲下倒落去打跳倒啊！啊，唔係比這唔係你的比例。沒有加用嘅。我講啊，唔做。加用嘅要掉都冇落。米酒。按度嘅等一下，法等一下，炒邊有兩樣米意思咧，很香。係香哦。好，快招落去。這叫全部。全部。橙色咯，懂懂哦。米酒下。唔辣。在葵茶咧。唔辣。唔辣。哪有可能的事情？我得到來。真是。哎。米酒按度。按度。爸爸，米酒是這樣用哎，確定哎。還是冇嘢做嚟。不是，冇嘢做嚟唔中的酒駕吧？你這樣用燒酒精。煮喺冇酒米誒。我不相信要這麼多米酒，爸爸你真的。做嘛樣啊？米酒煮啊，後邊有冇酒米誒，就直接用水做誒。哎。做嘛一定要用米酒。做嘛要用錢？冇嘢做來。冇嘢做。來，做得。米酒加沸點冇窮樣。煮出來肉就看唔完濕濕。做得。差唔多嘅嗬。哎，好了。那吃到。哎，我早睡了。早睡了。哦。有香嗎？很香哦。來，蔥白。好，做得落去。而家邊頭油做嘛用黐嘅你嘛？嗰種鍋氣，嗰頭油存在鍋子吼，就唔會有嗰隻醬油嘅嗰種酒精喺面頭，係嘛？四川講係梅納反應啦。哎，唔會講哦。哎，嗰個係你祖先當厲害，以前就啲啊，嘛有很多梅納反應。個黐頭油來啦。黐頭油，好啦。從你，係快。那先來吃塊腦。好，做得咧，也葱嘅啊哈，頭一傳色啦哈。唔是炒的話，按高火，色木較強，按嚟就好咧。好好吃，這真的超好吃，這就是完全客家小炒，完全就是哦。啊，就是細細人食到啊，阿姐炒嘅味道。哦。那真色本100分。真實100分。應該唔係啦，應該係喺邊頭油嘅關係吧。你用這唔是按用。程序啊，主要黐頭油，也係一個清葱油嘅動作。然後呢，冇上前，全部用全酒，冇加一些水，就做煮個肥發體嚟啊。高湯。蟹黃。哦，蟹黃係唔係真是蟹黃呢？哎，你看呀。天然的呢。那調色用啊。一紅蘿蔔呢？紅蘿蔔啊。月亮下邊冇月亮呢，太陽邊沒有太陽呢。你就按用講。等下，小雞肺出來。就來咧。來咧。懂吃，來做事。接下來這道是爸爸的創意料理，叫做蟹黃鮮蝦絲瓜煲。好，那我們現在開始怎麼樣？香蔥。香蔥。煮客家菜的靈魂。一定要用嘅。呀，邊度會香蔥，煮會有客家味。做得。一。還記得嘛？有。也加炒肉。純的豬油。你係咪理到去啦？係。一方面佢也冇香油，也有很多的再利用。啊，用豬油炒嘅出來。動香。香。油來。香油。從頭先煸。是要煸到它有一點焦焦的嗎？對。哦。呀。亞麻見哦，蝦米。
下邊下邊我忘啊，一下公司做的變落去下邊啊，下邊，下邊咩叫我壁壁了了擦擦咧，很凶哦。煮我想，最後咧，睇住啊，表埋下呢หั่咧，變落去用落去，水冇按到哦，阿弟，人冇喺樹嘅動手哦。你做得冇？做得做得，我見面以後咩做得，試一下。接邊下來，一就去做埋個高湯係嘛？主要係買個米酥啦，一定係唔可以標，哦只全部用天然的東西。鮮味。用大家用蛤蜊嘅夾水啊嚇，變落去做夾高湯，做得咧，可以咧，可以咧，嚇。可以咧，拿出來。用到夾米天嘅，根本唔可以變嘅海蝦呢啊，海蝦呢做得拿來炒。唔講一隻，那會炒，唔是我哋香港就是槍咧。炒嘅切成它，也嘅蟹黃，誒，啊，哦，你無限呢？我啱咩無限咯嚇。那先幫你試一下米頭。米頭做得啦，蛤蜊啊，海蝦呢，嗰個貝類啊，加成分同嘅米酥重要。好，係用嘅，呀嚇，用嘅，一 cut 條隻，做得切盤咧，好。看米正用嘅，唔講，我來切。乜嘅做唔做就好咧，我來做嘛？挑母，我講嘅我會。呀，後尾切殼泡，呀，打我同講做嘛啊呢？較頭會看腰係嘛？頭節我切殼盤，米節切殼泡。做嘛樣樣？好，嚟呀，兩對下。因為呀，直接獨定鑊大嚇，也再用切殼盤，一邊鑊順嚇，用泡嘅，較醬。唔咩，也到受熱較少，哦。即中間受熱較多咩。嘿，你物理系耶，科學家，這才懂難啲嘛。真下是懂。講，好，來，下講用嘅，來。因為呀，也會衝嘅，喺我中。喺台灣也會衝嘅，簡體剪體，腳，也是也差。剪體去，係啊，也捨唔得的東西，真係，就按用，聽。曉得冇？我來剪。泥腸，嘿，調體讓我切下做嘅，我聽酥嘅，中間有幾拍鐵是得內是有嘛？去甲做嘅。啊，因為啊酥這才嘅懂有涵養。濕濕啊，嗬，安尼較唔會挑走。對，沒做得啦，做對啦，就娘腔下嘅啊。但自洗真來了，一下就乜嘅？標調味料，也因為你味道面香啊，嗬，就冇看上咩，用下工去代替。哦，就做得，我下工，擺落去，買力鉗嘅咩？你看，力鉗嘅，豆漿，有好香哦。講得酸的要多一隻，係一隻半食，冇，沒用不按用咯，又係新時節嘅好，那我做個係高湯。蟹黃，哦，蟹黃係唔係真是蟹黃呢？哎，你看，天然的呢，咩調色用啊？叫紅蘿蔔呢，紅個真便宜的東西天狂啊！看也冇乜食材嘛，係咪？佢標地位人嚟落去。你係詐騙啲嘛？我想啊，我係食到蟹黃咧，個紅蘿蔔我就月亮下邊冇啊冇月亮咩？太陽邊沒有太陽咩？唔就按用講，等下然後小機會就來就來咧，來咧，好了，做啲高湯來，高湯來湯匙鴉片，太粗強，หั่嚟水，哇，這樣真的會非常好吃哎，我完全可以想象哎。按倒入來，乜嘅啊？
你看100克的汗呢，按钮。做得嘞冇浪費太啦，唔加咪鐵實嚇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嗎？好了，下公建起來。哒啦哒啦啦啦啦啦。兄弟喂，唔係你按你手勢就唔對嘅，按按用啊。呀，弄嘛你嘛，關節炎。按你就看不會啊，你話按你關節炎。7層塔吧不用落去，一天嗰條綠綠啊，一條濕到水啦。做乜呢？我見下都變5隻，而家一邊安尼就濕到水啦，看，真強有冇？我再做再來，做再來，開始。噔噔。可以吃了，開動。而家無限貴豬扁呢，已經天黑了。無限簡單，弄出2品出來。這2品，很可以哦。但是我今天終於學到精髓了。有加出啦，我俾我照讀哦。一米酒啊，看起來當簡單，但是全世界台灣用的呢。唔是。太料現在炒嘅雞酒冇得炒嘅用，對面佢冇一種米酒。好香哦！爸爸，你喜歡剝蝦殼嗎？我是下公我過敏。真是啊？你煮藥說買了？本身啦，但是下公後來剝糖又識得咯。你中間把我剥你就講，你講媽過敏嘅嘛？我是龍蝦唔會過敏。佢唔是剝好嘅較長。人家說不輸的人把殼，那可能麻袋掉。煩死！剪刀石頭布，爆爆，爆都爆啊！好久沒有跟爸爸這樣一整天這樣相處下來，真的覺得爸爸你是一個要求很嚴格、自我要求很嚴格的人。你好像對一件事情如果有興趣，你就會非常認真的想把它做好。我發展下去啦。對，就像釣魚，你也喜歡了一輩子。然後就像最近喜歡種菜、喜歡做菜，你就要把它做成這樣。短後吃的，然後吃一下看看。好。呀，冇標鹽，冇標秘書，純粹就是天然。你打是跟米哦，你就會知道。大自然在唱歌。對，恐怕我以為按哪位米呢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按钮黑毛。对，快樂頌。今天一整天下來，我相信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到我們的互動是很像董卿朋友按鈕，對嗎？但其實這是現在我覺得爸爸個性變得好相處很多。他年輕的時候非常的兇，非常的嚴厲，你會覺得你跟他之間好像隔了很遙遠的距離，不敢跟他講很多心事。但是現在爸爸真的變得好相處很多，你可以跟他像朋友一樣這樣子打鬧啊，你可以刁他啊什麼那種，都覺得沒有關係。我覺得爸爸的眼神也柔和了很多，不像他以前年輕的時候要拼事業啊，這麼的步調這麼急，然後壓力這麼大。他之前都是常常也是會因為工作的關係，然後把身體搞得非常不好。但現在很開心看到他可以有發展出這些種菜的興趣，然後包括他做菜的時候也覺得能夠療癒到自己。然後我覺得人老了真的是會轉性，所以真的非常開心跟爸爸。沒想到可以在他年紀比較大了之後，我們好像感情又更好、更貼近彼此了。雖然啊，真啊，遊戲發展、遊戲認真啊，是吃到親人味啦。當然，細細家也發展到了新嘅一條故事，到佢下佢這個組織家庭過後，看到佢安尼遊戲認真發展啊，也係最大嘅味啦。謝謝爸爸煮飯給我吃。沒親親熱烈。那下公我是聽到嘛？
也在什么也真正啊，爱会照顾好自家，也在什么也长梦，长梦，平安生死。也在什么也无用下，无用下归来的路，也在什么也会记得，会记得。